是姚老師，我一直想不通，做咩愛有標，做咩人愛有信仰？今晚我來開一個標，看到底信仰對人有蝦米重要？双溪大年威嚴潭東岳石殿城隍廟是全馬第一間供奉石殿城隍的神廟，你會使佇這邊拜拜求保庇，看真靚真水的監督儀式，本會使了解是王變化。佇這邊我會看到真濟信神的人佇燒薰拜拜，求萬事順利。我想味到薰的味會互人潛心，人都感覺真正安心。今晚我知了，信仰對於人就像個是根對於樹安尼款，伊互咱人一直一直，我人的本心，可能我人的人生有緊張、失落、擔心的時陣，但是只有信仰，我人就袂忘記家己的本心。大家好，我係林書，唔知大家依家是否係何種頻率用方言溝通呢？隨着時代改變，越嚟越多人習慣用華語交流。只不過我覺得方言只係一種好特別嘅文化傳承。我今日就嚟分享我學習嘅方言粵語。粵語又稱廣東話、白話或廣東話，係漢中粵系漢粵族嘅一種聲調語言，為中國七大方言之一。常常出現喺生活中嘅節日，你食飯了冇？你今日好冇？好開心能夠見到你。我覺得學習方言唔止可以提升我哋嘅溝通能力，更重要嘅係可以讓我哋更加了解自己嘅文化傳統。希望未來會有更多嘅學生學習同保留方言文化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啦，拜拜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學習粵語嘅經歷。其實一開始我對粵語唔係好熟，雖然我細個有睇過周星馳嘅電影，但當時我淨係覺得好好笑，冇真正明白入面講咩，更加冇認真去學粵語。我主要用兩個方法去學，第一個係用多鄰國，我去上面學咗一啲基礎粵語詞彙同簡單句子，例如日常問候同基本表達。第二個方法係同我媽媽學習，因為我媽媽只講一啲粵語，所以我會問佢一啲日常用語，佢都會慢慢講我點用發音。雖然過程中唔係好容易，有啲發音對我嚟講都幾難，但我覺得幾有趣。而家我哋粵語其實都唔想流利，但我已經可以講到一啲簡單句子，雖然都係好基本，但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進步路。透過呢個學習，我發現方言唔單止係一種語言，仲連住種文化同人情。大家好，我係千依啊，我學咗粵語大概有3個月咁啦。今日呢，我哋嚟彙報下我哋學習成果。其實呢，我一直都有在追嗰啲粵語嘅劇啊，例如咩《海圖行者》或者係《新聞女王》啦，咁多多少少都一啲啲嘅粵語。其實我一直都以為嗰啲粵語係非常之簡單，但係冇諗到啊，粵語淨係有難度嘅。咁粵語佢有9聲6調，呢個係最大嘅難點咯。同一個音節呢，聲調唔同，意思完全唔同。我足足花咗2個禮拜去專門練習呢個聲調。同埋而家呢，我就可以基本分辨啦。我有3個學習方法。第一個係我會在1個禮拜呢抽出3日嘅瞓前時間，
第二係我去揾嗰啲新聞嘅片，我去跟住佢去讀，同埋我去寫低嗰啲高頻嘅詞彙。其實我唔係冇訓練，係遇到嘅主要訓練係第一係弱聲字發音，比如十同埋食，咁嗰啲嘅字嘅結尾要掃得好急促咯，同埋二係語氣助詞嘅使用，即係計啊、仔啊、啦，即用法好容易混淆啊。當前嘅水平呢，係我應該可以做到嘅係去餐廳點餐啦，去問下嗰啲價錢啊，表達我想要嘅嘢，同埋我會可以聽懂嗰啲慢嘢對話，睇啲簡單嘅新聞標題，同埋明白嗰啲廣東區嘅劇情。但係我而家呢，從未做到理解快速對話，同埋使用啲複雜嘅句式。我希望呢3個月之後，我可以整成一個10分鐘嘅深度對話以及使用嗰啲複雜一啲啲嘅語句式。咁粵語係一門有邏輯嘅語言啦。掌握咗3條規律之後呢，我哋嘅進步就會加快。學習過程當中，我最大嘅收穫係理解咗廣東地區嘅文化思維方式。有句話叫早知冇乞兒，咁意思就係如果乜嘢都可以提前知道，世上就冇乞丐啦。學語言都一樣，冇乞證，只有咁不斷嘅練習哦。周星馳嘅《少林足球》裏邊有提到，做人呢，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乜分別啊？我嘅目標就係唔做嗰條鹹魚啊！以下呢，就係我嘅學習成果彙報，今日呢，就到呢邊啦，再見啦！